咁多幣好友下 I 石，我哋今日咧要玩呢個水屬性對戰火屬性，究竟一隻神獸可唔可以打贏一條火龍呢？我哋而家正式開始。我哋首先用我哋嘅帕魯奇亞 EX 對戰對手嘅噴火龍 EX。OK， 一嚟就有帕魯奇亞同急凍鳥，咁我擺咗帕魯奇亞喺上場，再擺急凍鳥喺後面。OK， 佢就擺咗一隻小火馬，後面有隻小火龍。其實我可以直接秒殺佢，因為我有嗰個加10攻擊啊嘛，咁我可以秒殺佢嗰隻小火龍。因為我30弱點加20，即係50，再加多10咪60，可以秒殺佢隻小火馬。我直接秒殺先，直接加10 ，bring 又俾一個佢，變咗40，再弱點，boom boom kill。OK， 第一隻就係咁簡單。一隻小馬馬就係咁簡單被獵殺。呢個叫小火龍，嗱，小火龍可以進化到火恐龍，再進化到噴火恐龍。3粒能量打90都有啲驚嘅，其實。博士的研究，俾個小夏咯，小夏，冇錯啊，得個海地鼠。一下打50，如果我覺得佢會撤退嘅，正常。果然撤退。最好嘅打法就係不斷撤退，又減我30。OK， 馬我唔需要你啦，進化三海地鼠 EX， 然後繼續儲備三海地鼠，又拉翻佢嗰隻火恐龍。因為我驚佢會進化做噴火龍，因為咧噴火龍好勁，4粒能量打200，超勁，4粒能量打200，簡直等於秒殺。只有妙花花加斗篷可以頂一下啫，其他應該都頂唔到。又扣我水，咁我然後就進化咗先，1級進化。再俾3海地鼠再攻擊，佢下一波應該死，佢就會點撤退都係。哇！佢真係，哇！我隻帕魯奇亞真係得返50血咋，然後掉3海地鼠上嚟，應該可以殺死佢哋。直接揀3隻中50。KO， 謝謝各位。咁好啦，我哋已經贏咗第3鋪，我哋每日玩 Pokemon TCG 就完畢。如果大家想我玩其他牌組，please comment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我係 ICB，拜拜。